今日主新聞，老友一齊品，我係阿棟。嗱，一睇我件衫咁喜慶啊，就知我哋喜迎緊18大啦，係嘛？嗱，老實啦，呢10年嚟咧，我哋身邊真係發生咗唔少嘅變化，身邊好多嘢咧會變得更加人性化。咁而山東咧近排係立法規定咧話見義勇為嘅受益人一定要感恩見義勇為者啊，唔知呢樣嘢算唔算人性化呢？老友記同你首先解釋下呢個新規定係點嘅先。唔少見義勇為都令人十分感動，好似托舉哥周聰咁，只要講起都覺得充滿正能量。不過有啲見義勇為就令人唏噓啦。我哋喺2011年嘅時候就講過，喺虎門一個孕婦被歹徒搶金頸鏈，好心市民阿斌勇鬥歹徒嘅時候，不幸被刺中胸部。不過當警方調查嘅時候，先發現受助孕婦竟然留低咗個兇號。苦無人證之下，亦都為認定阿斌見義勇為事蹟帶嚟咗難度。上網再睇睇，仲有唔少類似嘅事件，好似好心市民勇救3口之家溺亡，被救者竟然話關我屁事；孕婦見義勇為流產，被救者消失等等。不過尋日山東省政府辦公廳就下發咗《山東省見義勇為獎勵和保護條例》，規定見義勇為受益人應當對見義勇為人員及其家庭成員表達謝意，予以慰藉。同時，各級政府及部門應對見義勇為人員及其家庭子女喺基本生活、教育、就業、醫療、住房等方面予以優先照顧。嗱，你俾啲見義勇為嘅老友一啲榮譽，甚至一啲金錢上嘅獎勵，個老友都唔會有意見。但係你硬性要求人哋去謝恩，咁又有冇夾硬咗啲呢？若然個受益人打死唔去，唔知又應該點處罰呢？係啊，你可以點罰佢啦，係嘛？嗱，細細個阿嫲教落啦，人哋幫完你咧，你記得要講多謝。呢啲係咁簡單、咁直白嘅嘢，而家要上升到法律層面。咁即係話咧，如果以後人哋幫完你，只要係屬於見義勇為範疇嘅，你一個唔小心唔記得講多謝，咁啊屬於違法噶咯。嗱，對於呢個規定，唔知街外啲老友點睇咧？最起碼的人做人的最起碼的根本嘛，你幫了我，我應該謝謝你，這不需要立法的。他如果說是自發的感謝的話，發自心底的感謝的話，那你很正常。如果說立法的話，我覺得這個沒什麼必要，應該。梗係好啦，知恩圖報啊嘛，人哋幫咗你，你點解要唔多謝人哋啫？立法咪更加好啦，即係將人嘅道德啊提升咗一步咯。雖然說有一些強制性，但是還是有一些正面的東西，會引導大家往一個更好的一個方向去走。咁就唔使啦，咁出自自己心裏噶嘛，想要就得啦，自己想講就講。即係你做到好事，即係應該係我自己發自我自己內心，即係嚟感謝你，即係唔應該係即係話呢個係即係用強制嘅手段，我就覺得咁唔係幾妥咯。事實上呢個係即係幫人係應該去感謝，呢個係一個純粹係道義上嘅問題啦，道德上嘅問題。好啦，今晚想問各位，立法規定見義勇為嘅受益人一定要謝恩。嗱，對於呢樣嘢你點睇呢？廣東移動嘅老友可以發數字過1065868822，發數字就表示支持，係咪？人性歸人性，而家上升到法律層面，更加可以體現到我哋全社會對呢啲見義勇為行為嘅肯定，應該支持啊！發數字就表示多餘啦，之前都講過啦，係嘛？細路仔嗰陣，大人都教落人哋幫完你就講多謝，更何況係見義勇為。嗱，呢啲咁天經地義嘅嘢，使唔使寫落法律大典啊？你咁搞法，人哋讀法律嗰啲真係拖得你唔少啊！又多咗咁多法律條文要背。發數字3表示悲哀，連人性同埋道德底線嘅嘢都要用法律去規限規定，真係我哋嘅悲哀啦！嗱，以上就係今晚嘅3個選項。轉頭翻嚟唔好閃，有民生最熱點。睇票數啦，今晚最多票數嘅係覺得係悲哀嘅836票，非常多謝各位老友嘅支持。嗱，雖然我哋成日話贈人玫瑰手有餘香，施比受有福，不過老老實實啦，我哋做咗嘢幫咗人，即係唔好話要求人哋俾翻啲等價嘅嘢俾你啊，起碼一個微笑一句多謝都應該係有嘅。更何況揾命搏翻嚟嘅見義勇為咁大件事係嘛？救命恩人比作古代，如果係男救女一早啊無以為報以身相許啦，係嘛？呢啲咁嘅嘢係理所當然嘅，而家竟然係要上升到法律嘅層面，會唔會有啲多餘呢？嗱，而家咩人都有嘅，佢哋咧可能係出於自私啦，或者出於怕事啦，佢哋唔肯出嚟面對公眾，佢哋驚佢哋出嚟指證會有人報復，或者人哋為佢受傷，佢可能會孭巨額嘅醫藥費，佢哋擔心呢啲嘢。而呢啲自私嘅人係人品問題，人品同係法律規限唔到嘅。阿棟贊成見義勇為之後，受益者唔出嚟做證，令到見義勇為者得唔到公正嘅裁定，甚至係影響到人哋見義勇為行為嘅認定嘅，佢哋的確應該承擔類似於做假證咁嘅法律責任。但係我覺得完全係冇必要規限啲受益人出嚟感恩，出嚟送晒錦旗啊、鮮花咁樣。其實對於見義勇為呢樣嘢，我哋之前都講過啦，最重要嘅唔係鮮花錦旗，而係公正嘅認定。
之前好多案件，人哋明明係做咗見義勇為嘅事嘅，當地部門就係都唔承認。好似之前有個案例啊，兩公婆行緊街，有人搶咗佢老婆個袋在先，跟手搶埋人哋嘅，之後佢老公咧經過一場肉搏搶翻兩個袋翻嚟，當地部門就話唔算。因為呢個袋有一個係佢老婆嘅，所以見義勇為最大嘅問題在於做咗好事，可能身受重傷嘅情況之下，當事人仲要花大量嘅時間成本啦、精力啦去證實嗰個已經發生咗嘅事實。至於受益人肯唔肯講聲多謝，呢啲係佢自身嘅素養問題，係佢有冇良心嘅問題。而我哋更加關心嘅係見義勇為啲兄弟，佢哋可唔可以得到應有嘅保障同埋尊重。以上就係一棟嘅不才之見，今日最新聞，聽晚繼續品，拜拜。